文化大革命，红卫兵五大领袖竟然都是大学生啊！什么北大的啦、清大的啦、师大的啦，他们破坏儒家的文物的古典文物的，那个是女生哎，女大学生哎，哎，破坏很多儒家的文物啊。后来下场得了子宫颈癌，42岁就过世了。那个女生很多都后来变成被什么反革命啦、煽动罪啦、杀人罪啦，判刑，有的都是要经过劳改。